我来关心国际消息。昨南韩一间汽车零件工厂是发生严重火灾，造成10个人过身，55个人受伤，也目前阁有4个人也被找到。总统李在明是下令投入所有资源来搜救，嘛要防止工厂内底化学物质搁再引起灾害。 现场乌烟呛呛滚，规个厂房拢是大火。南韩大田市一间汽车零件工厂，拜五下晡点外传出火警，迄时阵厂内差不多170个员工。熊熊来火势，地势多省路线受阻，甚至有现场人看到受困的工人被逼畏悬的所在跳落来逃生。 消防队派出真侪人车来拍火，而且规暝搜救失联员工。根据韩联社报道，原本失联14人已经陆续找到真侪罹难者，目前有关有几个人下落不明。台电消防局指出，火灾现场温度正高，而且结构受损严重，搜救人员烦恼厂房随时有崩塌的风险，无法度进入牺牲区域。因为工厂内放差不多200公斤的钠，若接触到水，就可能引起剧烈爆炸。 所以，干来用大山这方式来拍火，会个甚至建筑结构的崩塌。面对这重大事故，南韩总统李在明要求相关部门动员所有可用的人力甲物资救援。现场已经部署超过500个搜救人力，甲120多台救灾车。因为考虑人体无法度进入极端高温地区，搜救团队也第一摆出动2台消防机器人、甲无人水炮车进行探测。 南韩总理金明锡也亲身巡视台电搜救指挥部，强调上要紧是救出失踪者，各程度会针对爆炸到会关心进行彻查，互罹难者甲小姐交代。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译。